为什么要拥有 3D NFT？3D NFT 是 SoulMate 生态的身份凭证，也是整个 SoulMate 生态的重要通行证。当我们持有 3D NFT， 我们可以享受更多的权益。接下来，我们一起去探索持有 3D NFT 能获得的部分权益。1. 我们可以铸造多个社交盲盒，根据个人的性别选择铸造男士盲盒或者女士盲盒，在这里上传自己的照片或者其他美观的图片，填写个人的联系方式。每铸造一个盲盒，需要支付$4和少量的 SOL 代币。每次将生成100张个人的社交 NFT 卡片。当被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购买到自己铸造的盲盒时，自己可以赚取$1。100张个人社交 NFT 卡片全部被出售时，铸造者最多可以获得$100的收益。当我们拥有 3D NFT 时，可以铸造多个社交盲盒，获得被动型的收入。2. 用户可以将自己开盲盒获取的 SOL 代币存入时间银行，享受最高60%的存款利息。利息每天可以领取。同时 3D NFT 拥有者还可以享受元宇宙公民社会保障福利金。用户每次开盲盒或者铸造盲盒支付$4的 7.5%， 将注入到 3D NFT 社会福利保障基金库。每天从社会福利保障基金库释放20%的资金，供 3D NFT 元宇宙社会公民领取。当参与 SoulMate 的用户越多， 3D NFT 拥有者每天领取的社会福利金将会越多。以上是 3D NFT 持有者的部分权益，更多权益将不断更新。